嗱，大家睇到我寫咧，屬鼠最旺咧，觀音誕當日咧，辰時申時做善事最好。屬牛巳時酉時，屬虎午時戌時亥時，屬兔未時戌時亥時，屬龍申時酉時，屬蛇酉時申時。屬馬寅時未時戌時啊，屬羊午時亥時，屬猴辰時巳時，屬雞辰時巳時，屬狗寅時午時，仲有屬豬寅時未時。咁一陣間咧，大家睇見節目咧，我就會根據通勝咧，再詳細同大家講一下。記得啦，觀音誕當日，西歷嘅8月1號，農曆嘅6月19，咁啊祝大家行善積福，福有攸歸。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咁農曆6月19係咩好日子啊？觀音誕啊，好，觀音誕最好嘅時辰，大家一齊睇見呢，原來當日咧就歲支六合丁未日嘅。我講一講嗰日嘅12時辰嘅情況下，子時空夜晚黑11點鐘到凌晨1點係空時嚇，丑時空凌晨1點到3點係空時，卯時空天蒙光朝頭早5點到7點係空時。我逐個時辰同大家講下咯噃嚇。其實我 Facebook 咧都寫咗噶，寅時凌晨3點到5點觀音誕做善事嚇。呢個時辰係非常旺邊個呢？馬同狗同豬，馬同狗同豬，屬馬屬狗屬豬嘅同學，不妨咧試下凌晨3點到5點做善事咧，真係別有一番感覺嘅嚇，一種善意喺個心湧出嚟。好，朝頭早起身啦，朝頭早7點到9點中吉時，呢個鐘數咧係非常旺馬騮同老鼠同雞，馬騮老鼠3合，雞6合，又去到巳時啦，起身啦。嗰日巳時咧就上晝9點到11點，大吉時啊係觀音誕第一個大吉時出現，巳酉丑合，非常旺屬雞同牛嘅同學仔喎，亦都非常旺馬騮，馬騮為之6合，去到中午啦，午時上晝11點鐘到晏晝1點鐘，午未相合，非常旺屬羊嘅同學仔，老虎同狗為之3合，去到未時啦。未時就晏晝2點鐘前後下，即係晏晝1點到3點，午未相合非常旺屬馬，亥卯未合，豬同兔都合。因為今日我喺 Facebook 度寫咧，賴低咗隻豬啊，有個屬豬嘅同學追住阿 Sir， 我哋問，喂阿 Sir， 究竟屬豬咩時間得啊？而家已經講咗2個啦，寅時得，未時都得。OK 啦，去到晏晝嘅3點到5點，晏晝3點到5點呢個鐘數咧係申時，申巳相合，非常旺屬蛇嘅同學仔，申子辰合，旺老鼠同龍。去到酉時啦，丙丁豬雞位，哇呢個係全日最靚嘅時間，5點到7點，丙丁豬雞位，雞時啊酉時啊，天月貴人時。全日最靚嘅觀音誕最靚嘅時間，呢個鐘數咧12生肖都旺晒，特別旺屬龍嘅同學為之6合，旺蛇同牛咧就為之3合，我覺得其他生肖都旺嘅。好，去到晚上嘅7點到9點食飯時間，最好梗係食齋啦呢一日，夜晚食飯7到9，非常旺老虎同馬同兔仔，去到夜晚黑啦，亥時。9點到11點，最後一個天月貴人時嘅時間啦，寅亥相合，旺老虎，亥卯未合，兔同羊都旺，理論上12生肖都咁旺。記得啦，丁未日，觀音菩薩聖誕嚇，6月19，農曆西歷嘅8月1號星期六。呢一日咧叫做丙丁豬雞位，記得咯，豬嘅時間同雞嘅時間都係天月貴人時。另外8月1號咧，我哋會舉行生日會㗎，歡迎咧讀書會嘅同學參加。到期時有風水小禮物大抽獎，同埋有個風水嘅講座嘅大食會，全程都係食素嘅。到期時見啦，拜拜。